来看这个台南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，这个花期幕等咧大开，讲后个月会开甲上水。随天气慢慢变小热，春天嘛对咧来，同时嘛到开花期。来到山顶花园水稻博物馆内底，会当看到步道顶的花期幕等要开花，馆方嘛预估差不多到4月时阵得开个正暗。那么现在的花况大约有50%左右，预计会在接近4月底的时候会是盛开的状态。所以说，反而非常多游客来我们这边追花旗木，当作是赏樱花。那一整片开完，因为看不到绿色的叶子，所以整片都是粉红色的，非常漂亮。园区内底花期木是开馆的时阵种的，那到逐年这个时阵得开粉红色的花。这片景色会互人亲像伫咧国外的感觉。另外，伫咧园区内底嘛，黄花枫林木会当欣赏。民众若到休假日伫咧厝内无聊，会当来遮佚佗赏花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